血域之蛛现在何处？还不速速放出来，让老夫一观！小白、小玉，原来这老魔要聊的是他们。若是拒绝，不行。前辈既然发话，晚辈敢不从命？哈哈哈哈！太好了，果然是血域之蛛。哈哈哈！真是天助我也！你怎么会有血域之蛛？既有此物，为何一开始不告诉我？老鬼，此前处处下桃害我，我又为何要告诉你？罢了，计划有变，说不定又是一场泼天富贵等着你。基因这逆徒一定会邀你去那边的，你且与他虚与委蛇，尽管去就是了。我会暗中尾随，接应你的。连玄骨都这般动容，小蜘蛛他们身上究竟有什么秘密？小友，血域之蛛与基因投缘，原本就是老夫座下的灵兽，只是多年前因故丢失。哼，没想到落在你这里。看在你养育有功，以前种种，老夫都既往不咎了。只是这血域之蛛却是要物归原主的。不过老夫也愿意给你些补偿。你是要灵石呢，还是功夫？